查罢免人数造假兼好行去查国民党新北市党部党主席朱立伦也呛讲，赖总统就这末一年就要提罢免案，还有弹劾案。有台湾的协会和中国迄边当为举办看册写文章比赛，由于会证实这个活动可能违反两化条例，教育部等来查。台61线路南台南7股路单行中头有一台南亚控弄到3台扫路工程车，造成2个人员来过往。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季之杯》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检调当咧侦办人事造假案，在今早起呢，这检方去敲国民党新北市的党部，新北市党部就发声明来证实讲，因为书记长、书记含3定部，这系党部执行长、执行长等人呢，因为徛在办公室拢互敲，而且也甲人带倒去问话。当初谢朱立伦早起就开记者会，批评讲这执政党是乱用司法，甚至呛讲5指控总统赖清德就职满1年的时阵呢，伫国会就要提出罢免案，也有弹劾案。点点拢无讲话，对党部行出来，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书记长陈金勇甲书记朱培仪和检调约谈，检调侦办不实连署案，进前已经搜查国民党邦桥党部、三联部党部、离北国到新北市党部来进行搜查。有2位同仁被带走嘛？好，那原则上我们尊重司法调查，但希望公平、公正、透明。一位是书记长，一位是书记，基本上就是负责市党部相关的工作。国民党贵人市党部离北也互检调搜查，由罢免民进党贵人市议员陈文婷、张志豪提议事业团子涉嫌伪造文书，检调人员伫党部处处立立。下晡传召仁爱区党部主任张金焕、贵人市党部一所总干事肖总峰来讯问。在基隆罢免国民党立委的联署人被检警调查，罢免民进党议员的联署人也一样被检警搜索调查。这正表示，在基隆，检警是不分蓝绿在办案，司法不公，差别办案，办蓝不办绿。对了检调大搜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召开记者会，批评执政党乱用司法，下令国民党全国民意代表协助罢免民进党立委理解联署，会列入考核。也宣建5日控国会要提出罢免案、弹劾案。不单520当天开始，国会要提出罢免案。要提出弹劾案，接下来在台湾各个角落、各个地方，我们要全面的发动各种方式的罢免赖清德的运动，这是我们全党上下一致的决心。罢免总统需要76席立委同意，白蓝2党相加根本还摸不到边，罢免总统是天方夜谭。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路锦如因为罢免不实连署案，和台北地院裁定收押。党中央已经派国民党台北市议长陈时钦代理台北市党部主委一职。记者综合报道。中共66天了后呢，暂时搁在对台湾发动联合战备警巡，有渔民看到3只中国军舰伫咧偏乌7米的西南海峡。专家看这相片伫咧分析讲，这真有可能呢是中国的电子侦察舰，也有公务船出海进行战场的情报收集。另外，美国和菲律宾做伙军演，也若这美军是头一届伫咧离台湾200公里远的巴丹岛部署新型的反舰飞弹系统，引起关注。台海紧张情势搁欠悬，中共计16日日期对台湾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国防部自备发布，查到29只军机鸟台，其中16只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北中西南甲东部空域，加上军舰10只、公务船4只出现在台海，也检发中共发射在焚火前经过咱的 ADIZ 对台湾无危害。中军头一联合战备警巡，有渔民看到中共3只军舰列队，而且出现在澎湖7米西南海峡附近。为相片来看，共舰船身有圆形球状物体，疑似是电子侦察舰甲科研公务船。学者分析无排除共军收集国军机舰出勤的各项参数。也有可能是为了针对去收集我方就是台湾这边国军或者是海巡在进行拦截或者是进行相对应的行动的时候的一些电子讯号。如果在九鹏进行飞弹试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新型武器的这些测试的作为的话，那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也会有电子侦察机或者是不同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在周边活动。
那我国也不断的再去把他们这些行为习惯来去做统整，那把这些资讯叠加之后，那慢慢的可以掌握出对方的这些意图跟他们的方式。针对用咱公务船可能演练协同作战，学者表示考验海军海巡跨部会合作，由国军马代表上强战车 M1A2T 第一批38台的进行增加训练，团出会提悬北台湾防卫量能。陆军想要部署到南口大地保护台北港桃园机场。美国强化印太军事部署，甲菲律宾展开轻兵舰军演，南模区战争实况，美军搁第一摆离台湾不到200公里的巴丹岛部署新型反舰飞弹系统 NMESIS 国家解套时检制中共。That's something our treaty obligations. That's the longest treaty obligation in the Pacific. That's something we always take seriously. For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we've never left the Pacific. Even when we were fighting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we've never left the Pacific. 美军表示 ，NMESIS 因为第多年无针对台海局势主要强化海上自治甲制海权，中共也表态反对美菲军演，未定维持对立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民国军法协会和中国的单位合办2025年共读一本好册征文大赛，也因为中国迄边的单位呢和官方是有牵连的，就方质疑讲这就是统战行为。陆委会证实讲，这个活动防检举，将有可能违反两岸条例，教育部也等来调查。中华民国中法协会甲中共党政机构合办2025年共读一本好册征文大赛。那报名投稿应得到福建研合资格。陆委会证实这活动经过检举，勘查违反两岸条例第33条之一，教育部已经查处当中。记者去中法协会真济摆询问人，伊完无回应。暗过伫官方网站发声明表示，这活动是两岸善意正常往来文化交流活动，千万毋通过度引申做无必要解读。另外，拜六国文老师欧桂枝也捌伫社群软体转发共读一本好册征文资讯。共读一本书，那里面的书单全部都是纯文学性的书单。我这次传到班群了，然后也没多说什么，因为通常这些讯息就是传出去，学生要不要参加，他们自由决定嘛。不过，中法协会甲中方机构合办征文比赛，因为中方主办单位吸收中共党政机构，官方色彩真高。被质疑有统战意味，学者提醒，防止中共统战渗透浩横，应该会教育定根，强化国家安全意识。其实，当然，我们的反统战作为是需要向下来扎根啊。比如从小学开始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政府可以做的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个宣导，或者是国家意识的宣导，其实是有它的必要性。教育部强调，已经接到相关检举，会照规定查处。陆委会提醒，特别协助中共继续就咱的青少年学生去中国进行统战活动，提醒师生去中国进前应该注意相关风险，提悬警觉，文革涉有政治目的或者是政治性内容，避免协助或者配合中方宣传到自为统战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台61线路南台南7股路单行弯道的时阵，有一台南马控弄到3台当咧扫路工程车，造成2个工程人员过往。因为这南马控的驾驶呢，酒测达是零，详细原因佫需要调查。快速道路边仔2台车陷入火海，消防队现场救水线灌救，无外乎也有2名受伤的人倒伫涂骹。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伫台南7股路南303.4公里，礼拜早起11点半左右发生严重车祸，30岁姓郭的查甫人驶一台南马控车，先后去弄伫近中的风浪车、扫街车甲工程小货车，拢撞3台车，南马控车甲小货车最后都火烧起来。防撞车的侧面之后，然后再撞到我们的这个施工中的扫街车，然后再由在前面撞到我们整部那个工作车。3名伤者当时在桥上，那1名伤者是站在那个路边待救，那另外两名伤者是疑似是喷飞出来，然后身上都没有烧灼伤，都是那个创伤。火势伫12点半爆发，施工单位表示，迄当时当这片公路分家南区永和工程分局的路面清洁作业，南马库车伫无打挡的情况之下，先后落掉3台工程车，其中最后风浪的工程小货车车顶的60岁姓林的查甫驾驶，甲68岁姓王女乘客2个人风浪飞出去车外，当场无喘气心跳。3部施工车辆系承包于云嘉南养护区养护工程分局。执行台61线路面清洁作业，
水泥车驾驶，左侧值为0。那我们急救的过程大概30分钟，那他没有恢复自主的呼吸跟心跳，宣告无效就宣布死亡。2名受伤的人互分送麻豆新楼病院甲嘉义基比病院急救，也毋过有员因为相当伤宣告死亡。南马高车驶5驾驶受伤，意识清醒。警方表示，伊酒测态是0，详细驾驶的原因也有待背后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防部新型高级教练机用鹰也去到高雄公山空军基地训练。不过最近有居民反映讲，这款新型的高教机唔那大只，声音也偏巨型的 AT3较大声，烦恼明年派搁较侪只战机到位，噪音会愈严重。公山空军基地内面，飞行机一台接一台飞上天顶，这是军方逐工拢爱做的固定训练。不过，这阵飞的飞行机不是较早迄款 AT3，是空军上新的勇鹰高教机。虽然台湾新的教练机会当提升空军的战力，但是这只勇鹰唔那机型较大只，飞起来噪音也比 AT3加出要甲20分贝。不少居民拢反映，最近真正有较差。我差要几百倍，较早迄细声咧。较早是安尼吼吼叫，有差者有影，但是咱这是买啊，无训练嘛袂使啊，对毋对啊？该吵就好吵，为着咱台湾吼，咱一定爱顾家己啊。有民众认为会当体谅，当地里长是建议飞行路线会当溜溜煞一个撇开学校，减少对学生囡仔影响。另外，有立委表示，公山基地拢总要进33只勇鹰高教机，即阵敢若12只尔。民众都已经环境变较差。目前军方对基地附近13个里的补助，一年大约是2000多万。无论是设施补助，也是现金，拢伤过久嘛伤过少。希望军方会当提悬补助。有啊，个飞过第17线迄边。迄边遐甲无迄个学生啊，3级的话是3万，1级的话是2.55万，平均要等14年。那你不领那个实物补偿，就是说，房子设施补偿的话，你可以领现金补偿。现金补偿的金额是每人450元到600元，1年哦，那就是1天等于不到2块。立委烦恼，明年3月份33只勇鹰拢交给公山基地，噪音的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针对噪音改善，军方表示，目前也阁需要办公听会，收集地方意见，才有法度来做后续的处理。记者柯家做区交用高永昌报道。有民众反映讲，这台北一寡道路边的停车场虽然有充电条，但是无多使用。台北市的停管处解释讲，有一寡是咧等待电送电。咱来公路局也讲会依照着这依法，甲这摕着补助的充电条进行查访，时间到若无启用，就要求改善，也会协调这送电的问题。充电条电线刚好收伫下骹，过去套着黑色塑胶袋啊，也搭着开放一般临时停车使用的广告。这个位置台北市北投公馆路的停车场，和民众发现充电条已经做好真久啊，就是一直也未开放使用。百货公司就是都正常，就是路外面的这种开放式会比较常看到。对啊，没有启用啊，对，偶尔就会过去，有一两只不能用。那这个前一阵子比较常发生，但是这一阵子越来越少。我想这个技术稳定度应该是有在改善中啊，所以我觉得还好。因应今年9月起，停车场业者爱依照电动汽车充电条管理办法，公有充电车位总数爱2趴，民营爱1趴以上，才会再换发停车场的登记证。然后多数民众怀疑是不是为换证来做一个行李意。主管机关台北市府停管处讲，该处已经申请台电送电，有加1-2个月来正式启用。需要他要申请道路挖掘证许可，他要从道路挖掘从他的配电箱管线配到我的配电场所。北市府讲，今年底1全市公有停车场建置3000支电动汽车充电条，就已经有1276支。确实伫建置过程中，因为地形条件、送电难度无同，有时可能等待较久，平均对建置到启用大约爱半年时间。倘若地方政府表示是受台电作业影响，导致无法开放整区，也会协调台电这边来尽快完成这个送电的一个作业。为了鼓励地方政府加速充电条设置，交通部编列总共10亿有偿补助。公路局讲，依照公共充电条设置补助计划，封查要点，补助对象请领第2期款项了后6个月起，设备若也未完成送电，会办理封查、限期改善，也是协助协调加速送电的作业。若到期无改，相当的退回补助。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小港区这乌多摆要挖民地路的车路漂失，有民众质疑讲，这新围的漂线看甲不飒飒。市政府表示讲是考虑到当地路况做特殊的处理。
拍近林经道的慢车道，河一顶也是红灯道人冲过去，但是新标线画设了后，用路人要倒弯，就要靠近林经道这边的车道等待，车顶道啊才会当转弯。是啊，这呢左转是要先进去里面左转的啦。有人抢快，他可能就会撞到了。他是说就是可以看灯号啊？有些人是没有在看灯号的。有骑车的人讲真混乱，因为高雄市小港区花旗路到外面地路这条道路新标线，靠近快车道分隔道这个车道，画标线是显示会当直行，还佫有正弯，但是第一边啊却是奥多麦倒弯的车道。考量到慢车道的这个直行车，它的动线不宜再做这个往右大幅度的一个偏移所以我规划这个机车是在右侧。市府解说，往北的方向虽然有紧慢分隔道，不过线型决定是倒弯了后，倒边佫会加快有偏车弯，认为慢车若直行车无适合佫来偏移，才会把倒弯的车辆规划伫正边。希望说尽量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不然的话，可能在地人知道说这边右转是要靠这边左转是要靠右边，但是我身为外地人的话，我到了现场，我当然会不知道说为什么我这边机车要左转的时候，突然要靠右边去走。民间团体表示，各地标线画设有时阵会看现况，这案是为着动线安全会当了解。不过嘛建议全国应该要有一套统一的标准，才袂造成困扰。公视新闻欧刘婷丹hen坤局报道。台南最近在校园附近出现误落的这个休闲场馆，引起家长的烦恼。为了要加强管理，这次政府订定台南市休闲误落的驻地条例草案，规定这个夹仔机、棋牌馆等等这个场所。不过，议会是质疑讲，这草案规范无够严格，要求特案重新检讨。台南市北区这间国小短短200公尺内有棋牌休闲馆，东区嘛伫巷仔内有设这款场所，拢伫学区范围内。过去捌有休闲娱乐、钓羊头被告白，内底头做交警，互警察掌着。为了加强管理，台南市经法局订定台南市休闲娱乐事业管理驻地条例草案，送去议会审查。不过，侪议员质疑规范无够周全，要求特案。家长嘛认为政府爱严格把关。我会比较担心小孩子他上下学看到会受影响也会担心那个治安问题这样子。应该爱甲夹娃娃机、甲麻将、德州扑克、甲棋牌分开来讲，这个佚佗算麻雀的，你伫年岁限制，是不是得爱有较悬的部分？我们自己台南市之前就有订定自治条例，就是针对电子游戏场的1000公尺嘛。那为什么我们不沿用？就是说有这个赌博性的，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自治条例1000公尺。这条台南市休闲娱乐事业管理驻地条例，一方面是规范业红仔机，另外一方面是规范休闲活动场馆。此案规定，业红仔机店爱离学校50公尺以上，那棋牌、德州、棋子棒场所爱离学校200公尺以上。不过，议员认为这距离根本就无够，嘛建议爱定入场年纪限制，监视总量管制。市府回应这部分会个内部建议调整。要限制18岁以下青少年进入，还有要不要把自治条例拆成2个自治条例来做相关的规范？这部分，我们会把自治条例先撤回，然后来广泛的收集各方的意见之后，然后内部做充分的讨论。针对2排顶性这个场所，这阵草案内底6则会讲，台南市长黄伟提讲，市府后续会举办公听会，听学校甲家长有意见，补足相关的配套，再去重新上审。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2025年WSSA 世界贴杯锦标赛有23个国家，411位选手去参加。咱台湾代表队头一天就创下大家人拢有摕到金牌成绩。这届台湾队呢摕到25块金牌、15块金牌、12块铜牌。因那这金牌数量排伫咧世界第3，咱台湾选手只有16人就拍出万定为摕遐侪金牌，引起世界关注。比赛开始，伫队友的鼓励当中，加速接入最后0.18秒逆转胜，拍败日韩队。这是平均年岁不过9岁台湾 Rapids 队。台湾小将伫2025年竞技贴杯世界锦标赛创下好成绩卫冕。那优秀的小英雄团队2025年贴杯世锦赛伫瑞士举行，台湾代表队得到25金、15银、12铜好成绩。那金牌数世界排名第3，甲冠军德国队派出108人，甲亚军马来西亚队派出37人比起来。
台湾总共派出16个优秀的选手，大金的比例是冠甲惊人。这摆各有3下3冠红加3冠后。面对比赛压力，拢未紧张。新北市入着实验区中的选手陈秋秋，伫15到16岁女子组环扫3冠，加上团体赛摕6金、2银4铜，加做这一届上届金牌选手。同市金苹果手的小将吕友新同款，个人3项拢全部摕到，还佫干那8回临时期，也加做这摆台湾代表队年会上届3冠后。那平常练习会不会很辛苦？毋但小选手真野望，成功大学运营女皇陈碧如也摕个人2冠，加做总成绩全场第2，佮甲队友佮摕团体组上金，还佫19岁以上组台湾 Dragon 伫竞争上级的组别当中，成功封顶摕金牌。杨高台中兴大学顶选手读册贴杯上强，被封做学霸天团。天气、环境。路途时差都会影响选手每个表现，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但是他们做到了。世界各国411位选手，中华小将气势正强，16人全部摕金牌，也为台湾精神争取光荣。记者综合报道。各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这伊朗南部港口拜六发生大爆炸，这火势是到礼拜才甲控制落来，上部有40人死亡，1200多人受伤。有消息指出讲是因为这飞弹的固态燃料化学物质所引起爆炸的。不过针对报道这款的讲法，伊朗国防部是拢唔承认。因为伊朗总统礼拜去到灾区视察，强调这代志会该查出来。伊朗南部按荷姆兹海峡的沙西德拉加伊港伫爆炸发生了后第2日，伊原搭伫真大乌色烟雾当中。这代志发生伫拜六早起，港口的货柜区升起大火，清除化学物质燃烧的感觉红色的烟雾，随即发生大爆炸。为了大架连伫50公里外拢听到。صدای انفجار شدیدی شد. صدای انفجار خیلی شدید. مهیبی بود. ما دیدیم متأسفانه آتش سوزی و ایناست. دیگه اومدیم اینجا دیدیم ماشینا رو می‌بینیم ماشینامون با چه ضرر دیدن. همه ماشینا سقف‌هاشون، شیشه‌هاشون همه داغون شده. 代志发生了后，消防无人机甲人员规暝咧拍火，暗过火势滚甲超过24点钟，到拜二才得到控制。这代志也造成重大伤亡，3名受伤的人想起迄时阵情形，伊完全着惊。انبار شد دود و خاک و خاکستر که من نمیدونم خودم رفتم یا پرت شدم زیر میز. 伊朗总统拜二亲身去现场巡视，各慰问受伤的人，强调爱查明事故原因。英国时报引用一个伊朗革命卫队有联络人士讲法指出，引起破灾是过氯酸钠是一种飞弹固体燃料主要成分。一间私人海事风险咨询公司透露，3月伊朗才多伫这港口下一批中国来的过氯酸钠火箭燃料。不过，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当地无进出口任何用伫军事燃料或者是军事用途的货物。北京外交部伫声明讲，有3个中国人受伤，不过情况稳定。目前伊朗当局将这代志看作是意外，宣布拜二是全国哀悼日，强调港口只有一个地区受影响，其他区域依然照常运作。不过伊朗民众为哀悼转作愤怒，质疑政府为什么将大量危险影响物件囤伫港口，无妥善处理，互甲贝鲁特爆炸同款的悲剧佫出现。最近对伊朗甲美国代表伫阿曼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以色列捌伫2020年对港界港口发动猛攻，这代志是意外，也是故意攻击，也引起外界联想。公司新闻张惠敏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拜六伫个梵蒂冈和乌克兰总统会谈了后，27对媒体表示，已经为泽伦斯基有拍算要甲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放弃。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也指出讲，未来1礼拜呢是俄乌签署和平协议的时机。另外，北韩也证实讲，领导人金正恩有下令派兵参加俄乌战争。美国总统川普离开纽泽西国立湖球俱乐部时阵讲，伊日在个梵蒂冈参加已经过身的高宗方济各告别式时阵，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个圣伯多禄大教堂进行15分钟的会谈，时间正短，也过效果袂歹。同时也讲到克里米亚问题，川普讲。泽伦斯基敢若已经准备要放弃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Ready to give up Crimea? Do you think, Mr. President? Oh, I think so. Yeah. Look, Crimea was 12 years ago. That was President Obama. They gave it up without a shot being fired. So, don't talk to me about Crimea. Talk to Obama and Biden about Crimea.
二人川普甲泽伦斯基一个梵蒂冈的会谈，是今年2月两人伫白宫完结了后第一面见面。川普认为泽伦斯基是国家冷静，也国家了解全局。伊认为泽伦斯基想要达成和平协议，同时也再度要求美国提供更加侪武器。川普是回应讲，就要看速度来进行。伊也对外国最近对乌克兰的空袭表示意外加失望。Well, I want him to stop shooting, sit down, and sign a deal. 俄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坚持是和平协议上大的争议之一。川普伫最近讲，就是俄双方短期内一个无法度达成和谈，美国将会退出调停，表示川普已经强烈无耐性。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加国家安全顾问瓦尔兹拜六也分别伫咧媒体上强调，川普用利益甲威胁的手段。就是希望双方会能赶紧上谈判桌，伫所来一礼拜是达成协议的重要关键时刻。The president has dedicated a tremendous amount of time and energy to this, and it needs to start happening. We need to start.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critical week. 另外，北韩官方媒体日背第一遍证实，根据2024年6月北韩甲俄国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下令军队协助俄国攻打乌克兰，并且帮助俄军夺回库斯克地区的控制权。北韩2024年10月派出1万人去俄乌战场，今年1月又搁增加3000人。也那莫斯科2日也证实，有北韩的士兵伫咧库斯克地区参加战斗。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讲到顶礼拜呢，这美股是连续4天拢起，也带动台股早盘开红盘，盘中也超过2万点，最后是收伫咧20034点。那早起呢，这立法院的财委会也有去到证交所视察，发现讲最近台股起起落落，而且这个走跳的情形呢，比这日本、韩国更加严重。伫8月台股开盘红盘的情形，互投资人进前郁卒的心情有较好。伫盘中也把登到2万点大关，起超过190点。宽达股台积电同款是开关行悬，盘中上悬是898块，有机会挑战900块。上个礼拜五呢，美国股市呢是连续第4天的反弹，那加上呢，我们台积电以及呢台指期的电子盘走势都相对强势，所以呢，让我们今天台湾的股市呢走势是相对强势的。分析师认为，伫咧未来，台股短期依然是关键震荡，就要等到美国吹切半导体调查过一段落，才能结束市场观望的气氛。因应最近台股震荡的幅度大，立法院财委会日背到证交所视察，自今年1直到4月24。台股若甲其他国际证券市场的表现来比，台股的盘放是15.4%，日经盘12.2%，韩国是起5.1%，美国道琼甲纳斯达克也拢是盘。不过，若是对这个月反弹力量来看，台湾上港的力量是起14.27%，是比其他国际证券市场的表现更较好。川普的这个关税的影响，基本上我们回复的情况在世界各国来看，虽然我们跌下来的时候，我们也 rebound 的，相对的来讲的话，在股市的表现是在世界上是也表现得非常的好。做多再加上防空3个的一个措施里面，多元担保品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就发现，其实是真的是有效的。随着台股波动大，也打击投资人的信心。根据中央大学公布4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即便以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下滑幅度上大，比顶个月下降幅度11.25点。对等关税是发生在4月初啦，它的效果其实还是会一直延续。它因为有比较大幅度的下跌，它当然也会让其他的指标跟着就是下跌。观察日背台湾金融市场的表现，呈现出股汇拢升，新台币兑换美金汇率以32.5亿开盘，一若起势会维持偌久，一个密切的观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的关税政策慢车实行90天，这早晚样货柜的，真有可能因为厂商赶要出货订单来变多。业者表示讲，有一寡商品是赶要出货，但是还无到3指的情形。专家提醒讲，这上阶段的变数也是美国、中国安怎讨论关税，讨论了后走向会较明朗。
往台北港码头的货柜车一直出出入入，一台线一台。传出是因为受到美国川普关税政策影响，真侪客户赶紧提前来优惠出急单，就想要避免关税冲击。台湾的货柜三大公司，包含中营甲万海也坦白讲，签订约状况比去年较好。我想我们长约在美国线签约的比率是高，我们的量价基本上会比去年好。那在欧洲的部分，价格也有在提高，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晋阳线我们。包括我们今年的运费呢，都比去年的同期运费1到4月这样看下来，大概运价大概成长3成，所以表示晋阳线目前状况都还不错。真侪轮船业者出席会员大会，引起外界关心。海运业务是毋是受到美国关税冲击？万海航运讲，对出货状况来看，像一寡特别定制家具，也有工具机。也是较俗嘅电商受到影响是较细，因为终端也是有这需求，所以讲也是有货出口。虽然虽然无抢仓，不过可能发生部分极端现象。阳明海运是认为讲，除非美国需求是大幅度下降，若无货品出货机会也是真悬。长期来看，未遐尼悲观。我是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观察，应该不会那么悲观，因为除非美国整个经济状况出了大问题，他不购买，他不消费，不然跟亚洲购买这些部分一定会继续的。比较大的变数是在那美国到底那边会有什么样的情形？还有就是说，他现在的协议上面除了中国之外，会不会波及到更多的地方，然后让全世界到美国的总运量下降？专家提醒，进前美国贸易代表处不发布，特别是中国所有的也有营运的船，就要来设真悬的港口费。未来若是政策开始实施，是不是增加这个航运的成本，也要纳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应对美国的关税政策，行政院进行通过4100亿的强化安全论性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长杜英泰今日日去到立法院拜会调查党团，希望受到支持，用上短时间来通过。不过在业立即期讲，这其中呢只有930亿是用在咧产业支持面向，其他6项预算和关税是拢无牵连的。新卡杯啊，到林林再起加比，为着4100亿特别条例预算，行政院长杜英泰礼拜亲身到立法院拜会调查党团，争取支持。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先以例上台，头一摆对总预算改动案提出善意，也毋过讲到特别预算议员是两回，交予党团干部发动炮灰，强调爱为人民顾好钱地啊。对于广大劳工可能面临到的困境，政府应该予以的支持。对不起，1毛钱都没有增加。针对有关于错误的能源政策，仍然没有任何想要检讨、改进、调整我们的能源结构的话，那么这样的拨补会不会成为一个无底洞？这一次的特别条例，我是希望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效率，让我们4100亿的特别条例将来的特别预算会全数挪用以前的税基剩余，不会举债。因应美国政府对顶关税政策，行政院希望在上短时间通过特别条例甲预算。原本的产业资源880亿，提悬到930亿，也有国土论成1500亿，也有社会资源面向1670亿，其中含半部台电的1000亿。和知影党团一期甲关税相关性，认为政院是甲进前红3减的总预算趁100补回来。4100亿，这3年怎么分配？每一年的预算，它所支撑的计划是什么？我看了这个只有骨头的条文，那我到底是要同意还是反对？老屋重建跟因应美国高关税到底有什么关系？后续的讨论，我们都期待立法院朝野能够捐弃成见，不设前提，能够正向理性的来对话跟讨论。事关4100亿预算，国民党、民众党加执政党团看法无同，所来草案送到立法院审议，一定佫掀起调查争会。记者综合报道。细楼的姊妹啊，林母涉嫌甲开虐待到死，一审案算伫咧5月13宣判，这2个人到头拢辩解讲，这开身躯顶的伤是家己造成的。今仔日继续开庭，咧大指讲开会家己跋倒，只用面巾甲拔掉的，用这水果棒啊甲蒙头壳。也那小妹是讲毋捌看开侧身裸体发夹，但是呢，检方提出证人的证词了后，却又佫解嘴。
细老二母姊妹搁一摆提审出庭，涉嫌虐死10某囡仔凯凯。台北电影里被召开第4摆审理庭，再去由妹妹以证人身份先后接受质问。他一会儿说凯凯是这样讲话，然后后来又变成这样子，那这样子的发音可以骂出脏话吗？对他不利的东西，他就会问说，他就会很傻，就说我再说一次，我听不懂。对他自己有利的话，就讲得很顺。妹妹伫庭上辩讲，听过凯凯婴仔话，插着无好听的话，像咧叫垃圾话，也3摆看到凯凯家己弄着头。原本佢讲无看过凯凯伫壁甲无穿衫发徛，经过检方提示证人证实了后，伊个解释表示无清楚敢是红发徛，也毋过有看过凯凯无穿衫徛伫壁甲。早上搭8点半的火车到这边，可是因为前面人太多，刚好进不去。下晡开放帮听进前，已经有人排队，有人早起无排到，提早到场等待。下晡换到接受检辩质问，伊当场辩讲，凯凯定自弄自写，用面巾绑骹手，用水果棒套头，拢是出伫保护做出来的真戆的行为。也承认捌互凯凯只穿尿布，倒伫地下室的涂骹，双骹吐伫门顶，是希望替伊消寒水。为外劳美外照顾凯凯的2名前丈夫，甲被告的姓王后生4名证人拢已经连续出庭，以后规日会陆续传唤，包括发起精神科医师等鉴定前到庭。唯一死刑。民众已经几摆号召，自发性伫街路声援凯凯，到底一审安怎判决，继续受到外界高度的关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总统赖清德昨出席2025健康台湾全国论坛，头一开讲到这健保施行30年，各种支付制度爱重新检讨，而且用健保署伫花莲秀林乡试办成功做例，只要这公共卫生健康促进做了好势，民众就较免去找医生。这健保署在今年呢也要分6区试办。为着满足偏乡就医需求，健保署3年前甲花莲主诊病院秀林乡卫生所合作，试办全人整合照护，也就是以医疗为主，转做加强健康。只要将病人照顾如何，医疗营收就赚愈济。从成本考量，那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第1年是降了2.3%。哦，但第2年哦，因为疫情过后哦，那些需求增加了2.5%。那今年预期的话哈，也应该是会有略微的降低。以花莲秀林乡为例，全乡居民大约7000多人，卫生所除了提供中医、西医、气科等诊疗，花莲主诊病院也支援居家医疗，转进紧急后送等外点诊疗。卫生所人员平时爱对居民做卫教、注疫苗、疾病体检等健康促进，减少民众破病就医次数，平均1年当省健保2-3千万医疗支出。秀林的卫生所，它做的其实不是医疗，它是到各个乡镇去推广它的所谓的健康啊、营养啊、预防保健等等的服务，然后做得好，它后面的医疗费用就会省下来，省下来的钱我们就会回馈给他。因为花莲秀林乡的成功模式，总统赖清德顶日伫2025健康台湾论坛致辞提起，健保30年各种支付制度爱重新检讨，包括即马轮量计收，敢是改做轮人计收等。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促进区域间的医疗机构的合作，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机制，让现在所有的医学中心、区域医院跟地区医院跟诊所形成一个严密的合作的一个组织。健保署强调，今年起会伫全台6分区，拢各找一个乡镇推动全人照护，包括将立金在内，每分区1年预算5000万，加上已经试办的花莲秀林乡，健保会增加3亿支出，目标是每乡镇服务大约1万人，合计6万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目前伫咧菲律宾东方外海的热带扰动，将有可能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将做今年西北太平洋海域头一个风台。咱来讲到今仔日呢，这天气受到风面影响，各地头拢有雨水，天气真无稳定。大台北透早落雨，温度嘛降低，受到风面通过甲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北部甲东半部雨拢会真大，低温嘛会降到差不多19度。气象署提醒，一直到拜三透早，拢要注意早暗较寒。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在早晚的时候，在28、29甚至到30号的清晨，都还是比较偏凉的。气象署嘛提醒，5月7日真紧阁有另外一波锋面会通过台湾，到时已经是5月份的梦境雨季。天气风险公司分析，目前的观察，5月7日西南季风还未出现，所以无算是头一波梦境雨的锋面。
另外，菲律宾东南边外海99号的热带扰动有发展做风台的条件，长期尾若是发展做风台，有可能是转向型的路线。不过目前还拢充满变数。应该会在5月1号的前后，强度就会明显的继续增强。后续它会沿着环境的死流场的导引、采抛路线的方式远离，一直会朝着日本的南方海域进行。专家分析，就目前初步的观察，这个热带扰动后续若是发展起来，对台湾嘛袂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因为时间要真早，无确定性嘛真悬，各国的预测嘛持续伫咧调整，路线无啥共款，也要持续追踪甲观察。公司新闻台北报道。高雄7月开始，甲基丁公园抑个画武营国家艺术中心、文化中心的这4个风景区和附近的车路，列入去空气品质的维护区。未来出入的奥多拜加柴油大客车排气拢要符合规定，若准无才会处罚，这奥多拜罚500，大客车罚2000。游览车驶入来维武营停车场载人客，准备要去后一个景点，包括维武营、公山之眼、基丁海华公园、甲红门港文化园区这4个风景区。高雄市环保局宣布，对7月初开始，出售满5年的大客车甲奥多拜来遮的风景区，若是去互科技执法查到排气无合格，可能会罚款2000块甲500块。民众普遍拢赞同这个政策，认为有管制才会当有好的改变。想要有大无差啦，因为因即马伊用车牌费业。伊即马科技执法去的车牌对了，你若有自我管理规就免啦。我们都会按照那个预定的时间去检测，都是很好的措施啊。我觉得很好。高雄市对2022年开始，包括大碧湖、寿山动物园等3个风景区，拢已经列为空气品质维护区。2023年，佫增加高雄港区。环保局表示，这几年的客闸合格率大约有90成。其实，除了风景区内周边的道路，也不定期安排客闸，透过科技执法的车牌辨识，大约1分钟就会当查出车辆排气是不是合格。目前已经公告5处的一个空违区，违规率为2% 到10%，那累积开罚数为5600多件。那其中在高雄港空违区的一个违规率，从112年的30%已下降到113年的一个2%。新增加的4个风景区，即卖科技执法的设备拢已经到货啊。环保局强调，目前会先以宽度为主，对7月初开始才会正式开发。后续也会增加公救资源回收厂甲高雄国际机场为空气品质维护区，车民众爱记得定期验排气，避免受罚。记者柯家族赵向高雄场报道。为了要落实2030年台北市减碳4项的目标，艋舺灵山寺伫壁面装太阳能板，这电力会当提供灵山寺所有的公民灯来使用。预估一年会当发电5900度，但年会当减少3000公斤的排碳量。4、3、2、1，请掌声！艋舺龙山寺领航永续未来。拜二，台北市长周万安来到龙山寺，斗阵启动龙山寺的太阳能板，这是全国第一间使用这个太阳能板的宫庙，而且未来龙山寺所有的光明灯拢会当改用做日电，可以来提供电力。长期以来，龙山寺就真重环保，伫2000年开始禁止烧金，2020年也开始禁止烧香，成做模范的历史宫庙。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全面停香。我想这个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我们的信众都非常的配合。这届龙山寺的太阳能板是配合台北市政府去年启动台北净零101的计划。台北市政府表示，未来市府也会伫14种的场所，亲像公园、百货公司、宫庙等等的所在，推动101项的减碳，包括太阳能板运用智慧科技，提供日式商品的服务等等，希望加速推动台北市成做净零永续的智慧城市。没有人说太阳能一定在屋顶，台北市突破了实力面也能发电，所以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7、8点，别人的太阳能板都还没有发电，我们台北市就已经有电了。台北市政府表示，龙山寺这届有90片的面板，拢总会当发5900度的电，等于是当减少3000公斤的排碳。市府希望会当加速完成台北市2030年减碳40%、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记者戴亚轩、曾俊佑台北报道。
宜兰的警方昨伫咧抓一个毒品犯，这驾驶赛车要弄警察车，搁在市区内面撞过红灯。警方是向这嫌犯赛车开3枪，这嫌犯受到压制，而且伫伊的车顶抄到安非他命等毒品，已经甲这嫌犯移送法办了。今仔也要来追查这个嫌犯，伊敢有驾毒赛车？发现撞红灯开警示声要甲查来，不过嫌犯未停车。警方查证对嫌犯的前脸开3枪，佮同步警网伫宜兰市龙泉路甲4个嫌犯的车动来。无想到讲4个嫌犯佮开车弄警车，规台车拢停来了。警方甲过程的嫌犯对车顶诱来，因为过程嫌犯撞红灯了，伫市区内面危险驾驶。迄当阵差不多暗时7点，拄好市区人上多时阵，好佳在无造成意外，也无引起真侪附近民众注意。听到什么声音？这样子，枪响3声啊，赶快跑去躲啦！警方将嫌犯制服了，就开始搜证，伫车顶敲出依托咪之安非他命等毒品。警方在宜兰市农泉路段上实施拦截围捕，岂料该车辆竟然冲撞警车，现场员警见状立即朝车轮开3枪制止。警方依照毒品妨碍公务等罪嫌，将过程嫌犯移送法办，也该验尿调查看伊是毋是有驾毒开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年因为这雨水多加上温度真适合，这中华八卦山的灵应奶子花是开甲真高。芳农也真欢喜，讲今年有蜜通好收啊。也那农民也发现讲，因过接触起的奶子草刺菇啊数量变甲真少。农改场表示，除了是防治的效果，也真有可能是这奶子草刺菇啊的自然族群发展有变化，影响到因的生态。芳农拍开芳厨观察芳仔采蜜的状况。今年因为雨水高，加上奶子灵应开花时阵无拄到高温，开花状况好。芳农就表示，今年蜜的收成甲旧年比至少加2倍多。因为旧年花开了歹，啊灵应树又分大细年，旧年开了歹，今年开了较好，所以今年的收成大概是旧年的2倍以上。南部今年阁如何？安尼啊，中部是嘛算袂歹安尼。中华八卦山沿线乡镇大概种1500公顷的灵应甲奶子，这几年因为天气反常，影响果树开花结籽，阁有奶子草菇的危害，那农民无收成，芳农嘛采无蜜。今年天气较慢热，灵应奶子的花拢大开，嘛无看到互农民真头疼的奶子草菇啊。农业处表示，这是因为这几冬的防治有效果。针对山内底较无法度去理的所在，咱就涂迄个皮肤小蜂。当家荔枝春象若要外溢的时阵出来，佮拄到会容易有得喷加油啊，为一个防线的概念，很严格的把这个防线给它拉起来。草菇糖哦，伫咱台湾哦，差不多有15年左右的历史啊。那它先入侵的时阵哦，是伫咱北部跟南部地区啦。那咱中部地区差不多是在107年那时候就严重诶。最近这3-4年来，大家共同努力防治，还有以自然的一些族群的一些发展，起码其实也数量已经是真少啊。除了防治工课预防，台中农改场也认为，今年4月阁出现无到10度的低温，这对需要过冬的奶子草菇仔来讲是真歹活落去的。农改场嘛呼吁农民，唔通因为这几冬草菇仔数量减少，就伤可惜。更远的管理防治嘛是爱做好周知。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南农改场经过9年的培育，培养出台南20号这款气味较香也较好食的米，而且透过技术转移，伫咧嘉义县试种。即马这嘉义县的绿草香农会就大成用台南20号伫咧绿草种改变做是草米，那有新的选择，伫绿草也加一项新的农产品。嘉进班的班员无用来超度做好的糙米，暗算等一下要互外口的民众体验用糙米来做料理。这款新的糙米就是绿草农会配合台南农改场，用客做的方式种的。澳门这个糙米会当加做是绿草新的农特产。像我先生就不喜欢吃糙米，可是我就煮了这个糙米，他就超喜欢吃，连我儿子都喜欢吃。老师用到在地材料，教民众安怎使用这种糙米来做料理，民众试食了后反应拢袂歹。农会总干事讲，台南20号种出来的糙米，米的部分较嫩，米糠迄层较薄，所以煮起来袂甜，食起来口感嘛真好。Q 啊，然后伊个米嘛袂甜，
袂互你感觉讲是臭米安尼。般品种的臭米吼，较甜吼，较歹消化上去食的口感会较无好吼。咱20号的臭米较软 Q， 但是伊嘛臭米的营养甲特性拢有伫的。鹿草农会表示，现代人愈来愈重视健康的食食。鹿草乡是台湾第一个用台南20号来种臭米的所在。为着要维持品质，嘛拢有甲农改场来合作，希望通过好食健康的臭米，唔但提升米的使用价值，嘛替鹿草垂钓农业发展新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2025年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5月17日要开始啊！为了要鼓励大家活甲老、运动到老的精神，这台北市政府邀请4位90岁以上的参赛者来分享家己运动的撇步。我们准备好了，和世界跳一场。 4位90岁以上的世壮运选手，甲大家真心话声，讲因准备好啊！8日台北市政府邀请104岁羽毛球选手林优模、90岁游泳选手林如昌、董建德，和93岁木球选手苏正春来分享因对运动的热爱和长退休的秘诀。大会里给我安排，我给李阳的老爸来打双打，世界年纪最大的一场。健康的秘诀就是人一定要吃，还有要睡，最重要要想得开，不要计较。 一寡活到老、运动到老的运动选手讲到运动是非常乐听，有人展示羽毛球，有人分享跳水，阁有时代教大家练气功。根据台北市政府的统计，这届世壮运65岁以上的参赛者拢总有2000位，其中90岁以上的拢总有15个，当中有8个是台湾人。有8位我们自己台湾的选手，另外7位呢是来自于其他国家。 那当然，刚才有提到泰国105岁田径啊，因为我都到时候也很想去看。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届65岁以上的时代，上侪人报名的国家，第一名是台湾，有893人；澳大利亚有140人；日本127个人。那女性的部分，前3名是台湾281人，日本51人，巴西46人。来自各国的选手斗阵来到台湾，展现因活到老、运动到老的精神。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带大家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今日台北汤圆新竹对18度到2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9度到3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8度。 平遥金门马祖对18度到28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